行情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14，恭喜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拍第18天，乌克兰挖进波兰一大军事基地，互炸弹轰炸。乌克兰是表示，上无有造成35个人死亡，134个人受伤。另外嘛，传出一个美国记者伫伊尔平轰炸死，这是战争以来头一个殉职的外国记者。离波兰边境25公里，伫个乌克兰西部亚利沃夫的这个军事基地，有几多座建筑物倒去，一直庆烟。乌克兰讲，俄军向挖北约成员国家波兰边境的军事训练基地射30几粒导弹，造成死伤。Нанесен удар по учебным центрам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Украины, населенном пункте Старичи и на военном полигоне Яворовский. На данных объектах 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были развернуты пункт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боевого слажива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наемников перед отправкой в районы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проти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这个基地是北约伫咧进行军事训练的所在。北约讲，轰炸迄当阵，因的人拢无伫咧现场。俄国是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俄军摧毁乌克兰伫咧基辅一个指挥所，讲伫咧过去24点钟久，向前杀14公里，已经控制顿内茨克4个地区。一个派来一台乌克兰的轰炸机加2台无人机，自行动开始到即马，已经破坏乌方3687个军事设施。即天，基辅西北边的伊尔平一直受到炮击，百姓想要逃走，不过路歹桥长，大家只好过河逃走。有2位美国记者一死一伤。We crossed the checkpoint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at us. So the driver turned around and they kept shooting. It's 2 of us. My friend is Brent Renault, and he's been shot and left behind. I saw him being shot in the neck. 乌克兰讲，战火激烈的地区已经有14万平民撤离。不过重要港市马里坡的民众，因为俄军愈来愈晚无法度走，因无水、无电、无食，而且天气阁真冷。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拄则伫网络表示，伊去话到伊的 COVID-19 体检是阳性的，不过伊的镜头轻轻敢若脑后袅袅上上尔。奥巴马是伫推特表示讲，即几天伊感觉讲脑后袅袅上上，采检了后验出阳性，除了脑后伊无其他的症头。那奥巴马甲伊的看手蜜雪儿拢有做过3档预防针，蜜雪儿目前采检是阴性的。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58个大病入境的案例，甲5个本土病例。这本土病例内底有4个是伫台南，拢甲进前的军事感染有关系。另外1个是伫台北，因为这5个进前拢有伫社区行大过，所以社区也是有风险。那详细的消息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今日早起7点40，伊是去台大病院做第3档预防针，伊前2档是做 AZ， 第3档伊是经高端预防针。苏贞昌嘛鼓励65岁以上的时段爱紧出来注射。台南路中伫学校门口搭着今日校园消毒的告示，因为接到通知，有学生家长确诊，13赶紧封校来大消毒。有家长确诊的班级，则是停课1天，才线上授课。13台南总共新增加4个本土的个案，拢甲病院的传播链有关系。21392跟21422本身是夫妻，他们是盐水传播链，21297传透过他先生传给21394，那另外21393的部分跟相关的确诊者有足迹重叠的地方，在医院共同就诊。确诊者伫7、3、9、12去过火锅店、理发店、药局、早餐店甲小档头，全部拢清洁消毒。指挥中心讲，台南这4个确诊者拢甲队中中的游览车、旅行团甲药师接触相关。同一天，台北市新增加1个本土的案例，01395是双胞不明感染链大港位的出来的人。妹妹12确诊了后，哥哥13去画着，初8到11捌去过建筑师事务所、便利商店、台北市市政大楼甲邮局，也捌坐过台北捷运。相关小话已经有5个人画着了。已经匡列它相关的这个接触者有8人居家隔离，扩大采检11人，目前都在检验当中。今天公布的本土的这个5案当中呢，都没有这个居隔阴转阳的个案，都是我们扩大匡列采检出来的这个对象哦。那整体的这个社区的风险仍然存在。13除了新增加5个本土的个案，也有58个境外移入的个案。指挥中心提醒，整体社区风险依然存在，南部互相守卫，也需要继续监测到3月底。提醒民众若是去过相关的所在，拢要提高警觉。记者宋华报道。
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西半部高温是33度至35度，日头会较猛，紫外线嘛较强。若西半部甲外岛是会大雾，咱来看分度。今日这方面呢，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地阵雨，过昼了后热对流发展会较旺。东北部、北部山区有西北风，各地早暗温差会较大。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基隆45度，日时是温度会回升，中南部会较烧热，高温有33度。紫外线嘛会较强，严过空气品质无啥好。另外，西半部甲外岛今日有大风，要提醒乡亲拜四下晡有方面的晚间。北台湾拜四暗有局部地阵雨，若拜五阁有东北季风的到位，温度就下降。严过礼拜四拜六礼拜温度就会回升，敢若剩北部、东部有局部地阵雨。来关心最近草山，也就是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内底水牛互发现讲用钱去射着伤。这有关处的研究人员伫顶礼拜就发现讲，有一只细只水牛仔，伊的鼻有插一支箭，因为伊会惊恶挖紧，所以闭起来。加在有游客通报，兽医已经赶紧去救。小水牛到好后，民众翕到出现伫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石梯岭步道，可能咧伊鼻仔插着一支箭。其实伫民众通报的前一天，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这只小水牛受伤啊，联络救伤团队过回到现场，小水牛已经消失。好在在游客通报了后，就找到牛啊。小水牛被那个箭射到以后，它非常的怕人啊。新北市动保处。台大兽医、保期，还有我们，还有医疗团队，总共18个人去山上找。为着要好好治疗小水牛，相片当中会当看到救伤现场有发电机，另外冇电工机，所有设备有90公斤重，有4个人赶到现场行4公里的山路。随后，兽医师对牛麻醉，确认伤势，小心甲这支箭移除来进行医治。这支箭有80公分这么长，轻轻插入伊的鼻啊。刺到里面大概50公分，被箭刺到了嘛，头都是比较抬的啦。所以那应该那个是医疗团队他判断他这样子没有办法，最多只能喝水而已。小牛一直到下昼5点外，麻醉退啊，徛起来离开。过程当中，阳管处嘛通报乡北动保处，故意伤害动物依法上当会当罚75000块。阳管处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以身试法。记者们单片如台北报道。再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今年高中教育会考报名已经结束啊，教育部伫昨昏公布报名人数，敢若199318人，创下历史新高，应该是受少子计划影响。会考的时间是5月1日到5月2日，若准考证4月15会寄。来看《联合报》，中国一架民用运输机顶个月入侵马祖东引的天顶，军方为着要强化东引甲一寡外岛空中的应变，最近会分予马防部一寡信号枪，派教官去当地教训练阿兵哥。总共天顶有出现飞较低不明的飞行机，就会发射信号弹提出警示。来关心《中国时报》，俄罗斯拍乌克兰影响全世界，嘛粮食价小咧起，建材嘛咧起价。即马嘛影响到咱台北捷运环状线起的进度，其中南北环段7个标案招标拢无顺利，干那北机场动工尔，其他拢标袂出去。来关心健保署，按算是要甲一寡一年无到5000人咧用的止泻用药取消健保的给付，内底嘛包括一寡感冒药啊、胃肠药啊，这些拢有，计共有356项，总共有改变，安尼一年健保会当欠省700多万。也毋过有医生就表示讲，要做这个决定爱斟酌思考，民众去看病了后，搁爱家己开钱去药局买药啊，安尼民众应该会大。感冒药啊、甲肠胃药啊，这只是用药，难以用量。无5000人健保署想要取消这类只是用药啊健保给付品项，总共有356项，超过每年应减少支出751万。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会先针对使用量较细的只是用药啊慢慢退场。只是用药怎么样做一个调整，这是长久以来在健保开办的时候就有的政策。好，那当然这都需要大家来讨论。那健保署先把基本的方案先规划出来，那以使用量比较少的逐步来退场。不过我想这个大家要来做协商。
2017年健保会决议慢慢取消指示药品给付，健保署研究要取消356项指示用药，不过伊就真属烦恼。那民众到医疗院所开无健保给付的指示用药，民众爱去药局，家己开钱买药啊，因讲是开200钱，恐惊引起民患。他一直用5000人以下的当标准说，那这些比较少人用的，我把它列入指示用药。其实我觉得不能只是用人数哦，要看那个药有没有必要性，有没有有效性。台湾的优势就是说，看病很方便，很便宜，有一些问题呢可以早期发现，不用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来去治疗。指示用药甲处方药啊无同，免医师处方，使用进前依照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示就应家己买。亲像部分胃肠药啊、甲综合感冒药啊等等，医界无反对取消给付较少用的医疗无明确药品的指示用药，毋过罕见一边，较歹摕到的药啊免取消给付。健保署表示，各界意见无同，会伫月底进行收集各界看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电子烟、加密烟是新的烟品，目前拢无法度通管。烟害防治法已经14档无修正案，行政院伫1月份的时有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要禁止电子烟、开放加密烟。立法院的委员会嘛，上紧讲3月底，这个月底要开始审查。严格反烟的团体，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拍算开记者会，因是主张讲拢爱禁。以前这2个都没有管嘛。WHO 也在去年大概就很清楚，就已经昭示，加热烟是烟品，那电子烟不是烟。为着强化烟草类新型产品的管理，行政院会是来通过烟害防治法的修正草案，要将即马无合法的加热烟肯入去法令来管理，并且明文禁止电子烟啊，个加密烟。原本立法院违反委员会。准备要伫14号来审查这案件，不过另外议程来安排，所以延后上今年3月底会来审查。消息传出引起着社会团体不满，要求政府维持即卖政策方向，并且明文禁止所有新型烟类的产品。世界卫生组织他说得很清楚，烟草公司的目标就是让下一代成瘾，开发新的世代。那烟草公司其实就是靠这些新型的烟品，就是电子烟、加热烟，未来还会有变种的新型烟品，再开阔他们的新的市场。立法院民进党团今麦也无明确来要求成员一定要支持行政院版来开放加热烟。不过委员会最后讨论结果是安怎？民进党一个立法院委员委员会这会期的召委赖委员讲话是讲较真保守。我没有办法预期哈，因为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讨论哈。那我自己也不敢设定说他的那个地板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了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朝一个最好的方向来进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是明确表态，不管是电子烟还是加热烟，拢袂当过关。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吸烟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所以国民党团强力反对加热烟的开放，也希望所有反烟的团体一起来反对。国民党团准备伫拜二要来找相关的社会团体做伙进行记者会，要求蔡政府定来检讨这项政策，唔通让少年人因为新型的烟草产品加新奇来吸引，来开始食烟。记者张志阳、王德心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上要紧，来看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4亿5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计共增加63例，目前咱台湾即马计共21288例。日本的病例超过578万例。韩国是超过655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100万例，印度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9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900万例，法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中国的疫情，又搁举起来，北京有出现6条传播链，嘛发生坐行家庭甲聚会的群聚感染。中国官方是对外表示，因当拍拼咧控制。若上海对今日开始，客运站会先关起来，深圳是拍算要封城，会封7天。
人排甲路路长，等下要做检测。中国真侪所在发生本土疫情，12新增加确诊1938例，其中本土病例1807例。深圳自14到20连续7天，要求全市所有人拢爱做核酸检测，停止一切非必要的流动甲活动，若无必要袂用离开深圳。就敢若是封城。上海交通部门也宣布，客运站关起来，701条客运路线，1011班车全部退票。吉林省也是重灾区，12一天新增加1412例。官方赶紧起第4间饭酸病院，隔离治疗无症状感染者。那么3月12日0至24时呢，吉林省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呢是1412例，其中呢长春市831例，这里面有565例呢是在九台区，吉林市呢是571例。首都北京12下到4点到13下到3点增加8位确诊。自3月初7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有30例，涉及5个区。北京市政府讲，目前出现6条北京以外输入的传播链，已经传的面积真宽，所以宣布中关风险地区的人员袂使返来北京。市民若是无必要，嘛莫离开北京。全面排查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对其他地区人员要加强远端筛查。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方可进返京，抵京后72小时内再进行一次核酸检测。Omicron 变种病毒传染性强，传播速度更较紧，真侪一线城市疫情严重，几多位官员已经被免职。北京当局讲，这嘛正是伫咧疫情控制关键的时期，这边的疫情拖了真紧。当局也尽全力伫咧应付。记者综合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打继续有乌克兰人离开家园去逃命。第三大城敖德萨街仔路，即马看到的拢是路窄甲沙包。阿南伫戏剧芭蕾学院剧院的外口，受交响乐团的演出，支持因的总统杰林斯基。车路除了细，四界拢是路障甲山包。以前的老镇，即马因为战争，好亲像成做军事重地。被叫做“乌海民主”的乌克兰第三大城敖德萨，面临俄军可能进兵。另外一边，伊戈拉耶夫火车头有附近地区进入真侪人准备离开家园。这位先生送太太甲囡仔坐起火车，目屎是飞袂离。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удастся быстрее это все закончить. 要人坐渡轮逃离乌克兰到罗马尼亚，人生沦落逃难，住伫敖德萨的心理医师忍袂住目屎流落来。The situation really, I can't speak without tears. I'm sorry, but I'm really sorry for my country, and nobody could expect this. Really, this is awful things. 外国媒体报道，到去邻国的乌克兰人大部分是婚姻人甲囡仔，已经将近260万人。去到摩尔多瓦的人迎接现的是零下10度的天气，为少人根本无带充足的衫，外口只工站提供。Wir versuchen Decken zu geben, Tee, Kaffee, ein bisschen Wärme auch zu spenden. 选择酒店家园的人希望以一下赶走寒天，歌声呼吁和平。当地时间12，敖德萨戏剧芭蕾学院剧场外口，乌克兰国旗飘扬。交响乐团伫剧院外口演出音乐会，以自由天空为主题，要向原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伫乌克兰领空围设禁航区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战事正甲他超过2礼拜，除了有超过250万的乌克兰人离开家园，战火嘛影响历史文物。有博物馆遭烧害，珍贵的作品是烧了了。乌克兰的国家博物馆即马当地抢救珍贵的文物甲手稿。西方向超角度因外土字的下骹，较袂互俗仔去想到。5个查甫人甲规百度自展览厅刷到地下室，正细致固定伫咧壁顶。俄乌战争已经2礼拜啊，除了爱抢救无辜变性的性命，也爱救代表国家民族文化的历史文物。Музей є зачинений від початку російської інтервенції в Україну, але ми маємо роботу, ми
розібрали наші експозиції, ми забезпечуємо наші твори в безпеку, щоб вони були в безпечних місцях.俄乌战争自2月20日开始，伫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国家博物馆，大门就关起，抢时间，把馆内收藏的文物刷到地下室。这嘛战争一直拖，互乌克兰全国各地遗产拢面临着损害危险。博物馆这段期间也一直拢有接到欧洲其他文化机构打电话来，希望会当斗相共。博物馆经历过2遍世界大战，互热爱历史文化的馆长讲甲目眶红。Сльоза навертається. Я правду кажу, бо тут вкладено праці багато працівників нашого музею. Бо кожна річ, знаєте, воно забирає часу, енергії. Ти щось робиш добре, ти отримуєш насолоду від того. Сьогодні ти бачиш ті порожні стіни, від того робиться печально, сумно. 博物馆内面超过12000箱的珍贵手稿册，部门的负责人正头疼，唔知要安怎保护因的安全。除了国家博物馆，利沃夫其他景点也拢伫咧保护有艺术性文化性质的作品，像利沃夫古城区的市场广场有采真侪雕像，工作人员怎么甲雕像一眼一包起来？ І ми маємо передавати ті збірки, це все інше покоління, з покоління в покоління. Тобто це поняття вічне. Так само, як і людське життя має бути вічне, і людина має дбати за людину, не вбивати. 即嘛已經有其他所在博物館受戰火影響，真濟作品都已經損害，也予國家博物館的員工趕緊刷這寡文物落去地下室，盡可能保護屬於因民族的文化。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輯。烏克蘭有超過250萬的難民走去附近的國家，不過即陣煞出現犯罪集團，利用講會當提供食甲大，抑個交通，甚至講會當提供工課來騙難民，其實是甲人操打，佮甲囡仔掠去賣。波蘭、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摩爾多瓦這甲烏克蘭接觸會國家，過去2禮拜以來，進入超過250萬烏克蘭難民。邊界關口除了官方工作人員以外，也有義工甲真濟熱心的普通老百姓，為人提供免費的住宿、免費的交通運輸，甚至是工作機會。不過其中並是完全無風險。There are many very dangerous propositions from different people. They can offer us help for free to reach any country, to have an apartment, to have food, to have medical help for free. But it's not true, and she told me that I have to communicate only with official people. 過日官方甲非政府組織的團體也發現人蛇集團加成犯罪分子喺邊界甲社群網絡活動的現象。後邊執委會2010年一份人口走私報告高層全球這類的犯罪每年獲利294億歐元。第27個會員國新北市是常常看到人口販賣罪行，將近3%受害者攏是女性，1%是囡仔。為防止同款的悲劇發生，德國柏林警方特別佇社會媒體以俄文、烏克蘭文對婦女甲囡仔發布警訊。羅馬尼亞邊界的警察首長也呼籲入境的難民接受青訓來好奇進前，愛做好措施，親像手機電池愛充滿，這邊車愛會記對方的車牌號碼。公視新聞王慧文報道。今日國際上抑個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俄羅斯甲烏克蘭第4輪的談判，按算佇今仔日會用視訊會議的方式來舉行。烏克蘭是強調講，因絕對袂投降、袂認輸。全世界財經大企業都已經加入制裁俄羅斯，烏克蘭即馬是擱點名微軟甲一寡軟體公司，嘛愛停止佇俄羅斯的運作。來關心菲律賓甲印尼，佇透早的時就連續發生千陣的地動，規模分別是6.4甲6.7，是海甲真大力，暫時無傳出災情。來關心為着要阻擋食酒賽車，頂一日政府有修法，
赛车业累犯毋但会加重处罚，嘛会公布犯人的名，也有相片。台南市政府昨昏就做大声，因伫交通局的网站网页公布3个坐解犯下车酒赛车的民众，伊的名也有相片。警察3月7日透早3点外，伫台南市民族路顺路看到头前4名查某人骑机车西弯，无拍方向灯，甲伊查落了后，发现竟然是啉酒骑车，而且较早有种情形。刚刚暗时8点外，有一个姓区的查甫人，相反因为啉酒开车，互警方抓来。先生啊，你酒测值1.03啊，车管啊，你啉酒啊。另外，这姓谢的查甫人3月7日是深夜酒后来开车，伫满大区下错了，互警方抓到。好了，来酒测值0.90啊，吼，对吼。这来讲你看你。这3个人伫3月7拢因为啉酒开车也是骑车，互警方移送法办，而且因拢是啉酒开车的累犯。台南市政府13市专股头一案做管区，甲因的相片甲相关资料全部公布伫市府交通局的网页。有2男1女，曾因酒驾累犯，受裁决处分确定，由市府及时来做公布，市府为提高民众酒后不驾车的意识，并维护其他市民用路安全，才执行这个措施。台南市府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啉酒开车再犯者应公布再犯者的姓名、相片甲违法的事实。全国各县市会在3月3日开始来实施，台南市是提早安尼做。中央是在规定是3月31号开始，好，那甚至可能有落实到地方，可能到4月份哈。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台南市已经在3月31号以前，今天3月13号公布第一波这个酒驾累犯的人。市长黄伟哲表示，中央实施办法公布了后，台南市的军警依照统一模式来办理。不过这段时间，若是有搁查到啉酒开车的累犯，伊愿会先用台南的模式来公告，希望民众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桃园杨梅的梅西路早起8点外传出家乐福杨梅的物流中心发生火灾，火是烧甲真猛，目前无人传出伤亡。画面顶头会当看到火是烧甲真大，佮真猛，佮冲出高烟，连伫国道的车辆拢看现现。这场火灾是发生伫早起8点外，这是家乐福伫杨梅的物流中心，内底有放真侪物件。消防局已经派接到报案了后，已经派出1台消防车去拍火，目前是无传出伤亡。不过，这场大火是冲出高烟，连20公里外的中立大园拢会当看到。目前消防队也搁咧拍火。来关心连任3届的无党籍家己市议员戴玲牵涉诈领助理费超过500万，互检方申请羁押。本地家己地方法院是裁定80万交保，不过检方不服提出控告。昨昏是重新开羁押庭，是认定戴玲有串口径的言论，所以裁定收押禁见。谢谢大家关心。交保这几天，无党籍家己市议员戴玲搁去法院出庭，因为疑似涉嫌诈领助理费超过500万，互检方声押禁见了后，裁定80万交保。检方不服提起控告，台南高分院发回警裁。家己地院13开羁押庭，裁定戴玲收押禁见。议员他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一次的羁押裁定哈，所以他有授权我尽快帮他提抗告。那确实，我们认为这个羁押的理由是不充足，而且是十分牵强。戴玲也透过律师转达，一定提起控告，只是戴玲会被羁押，是因为合议庭认为被告犯嫌重大。就算辩称助理拢是爸母请的，所给其他证人讲法无同，还阁传唤伊的爸母等人到案调查清楚再定羁押，还阁防止甲爸母等人交传别证。依被告与这些人的密切关系，有相当理由认为有勾串的可能，因此本院在审酌被告的涉案程度高，涉案期间长达9年。基于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被告羁押禁见。不止烦恼甲爸母交传，法院阁指出，针对部分事实，戴玲原本讲袂记哩，即摆煞雄雄交代清楚，讲法阁甲部分证人同款，也被认定有串证的记录。为无要互案情限制无清楚的状况，免用交保者手段出台羁押。记者综合报道。
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中市北区有一位上清湖大型社区管委会伫社区的出入口，即马有踩一个路闸铁栏杆，嘛禁止是要禁止外口车入来。啊，毋过这嘛阻挡救护车甲消防车拢无法度入来。当地里长甲部分的住户是认为讲安尼影响救灾，也毋过管委会强调，因敢若是要限制外口车尔，袂影响公共安全。台中市北区技工新城有人通报火警，消防队赶紧来处理。不过社区的中庭煞有几个人伫冤家，远警到现场来了解状况。原因就是社区的出入口去互管委会装了栏杆，当地里长甲部分的住户认为，安尼会影响救灾。已经第3次他们在这里设那个铁杆，救护车都来了，他还不开门。在2月14号、2月15号连续2天，这个社区有长辈需要送医急救，结果救护车都因为这个栅栏上锁而被阻挡在大门外面，影响到了急救的作业。唔敢若有火警救灾拄到状况，救护车要载病人，车嘛无法度入来。当地里长表示，技工新城有20栋的大楼，1080户，但是社区外金南街的出入口煞被架设栏杆，而且拢有锁起来。但是以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社区开放的空间袂使设置栏杆。技工新城的管委会就解说，社区无开放车辆入来是针对私人的车辆，但是救护车等公务需求并无限制，会帮忙开锁。嘛有住户支持管委会做法，私家车就随便开进来停，这样子我们这个社区老人家真多啦。你弄一个要安怎？住户可以邀集相同意见的住户，依据条例第25条第2项的规定，书面发起请求召开临时区全会。栏杆是毋是会影响救灾救护？双方的看法无同。台中市主体发展工程处表示，公寓大楼管理条例内底，袂使伫咧社区开放空间设置栏杆，是规范住户，并无限制管委会。若是住户对于设置栏杆有疑虑，会使透过召开临时区分所有权人的会议，来表决修改社区原本的规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台北有一个医学中心的副院长，伊80外岁的老母，这老阿嬷，互诈骗集团惊是检警怪气，毋但哄骗现金，阁摕厝契押，一年是哄骗4800多万。根据了解，这款诈骗手法，去年有上千件，超过一半以上的受害者，拢是60岁以上的时代。这种账户啊，假如是公司的部分，公司会用公司的账户，不会用个人的账户。这种钱到哪里去，真的不知道呢。记者银行的通报，警方赶到现场，讨访这75岁老先生，要办真大笔的资金转入别人的户头，也过汇款的对象却是诈骗的集团，300万块差点互骗走。虽然假检警诈骗已经是旧的步数啊，也过也受真侪老大人向骗去。竟有一个医学中心副院长的老母，一年互骗大约4800万块。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是说那个年长者他常常就是可能白天在家，然后这个讲到公务机关的诈骗手法，他常常都是拨打家里的市话，所以可能这个年长者族群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到这些电话。住伫台北大安区80外岁妈妈，伫厝内底记着讲是电信客户的电话，讲伊欠真侪电话钱，也转互假165反诈骗的专线电话，互被害人相信了后，就出现假警察骗伊牵涉洗钱这案件，互被害人毋能交出提款卡，更加家厝抵押贷款，一直到家属发现唔对，报警处理。我用正式的通知书的正式的公文书会通知那个相关的人去报案，不会用电话去通知。一直有诈骗的案件，刑事局统计，敢若去年就1000件假检警诈骗，占总诈骗案件第3关，互骗去的钱甲去年比较更加增加1000多万，其中超过50%是60岁以上老人。被诈骗集团定立骗人的讲法，包括身份号模用、监管户头、甲侦查无公开等。不过即阵是毋是连反诈骗的专线电话也有诈骗集团来利用？假检警骗术一直在改变，民众一定要随时提悬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垦丁国家森林游乐区的石灰岩坑，这内底有真侪水泡石甲石笋，地形真特殊。这是经过几若千年的水淌过才形成的地形，嘛请真侪观光客去行踏。加入石灰岩坑，内面特殊的地形是真啥人目。
这是垦丁森林游乐区的先动，是全台湾上深的石灰岩坑，深度计经有137公尺长，宽度有到2-3层楼遐尼悬。这边以前都是在海底然后因为造山运动让它慢慢的就是浮上来然后所以你看我两边周遭都是那个珊瑚礁原以前的珊瑚孔虫他们去做出来的一些的骨骸石洞内面的水泡石和石笋，拢是经过千百年的时间，水流过石头顶面，才豆豆形成。特殊的地形，让游客拢感觉到大自然的奇妙。它会就是碳酸钙的溶解出来，然后它溶解出来以后，它会在就水流快一点的话，就会在底下就形成叫石笋。如果水流慢一点的话，它会在上面凝结，叫做石钟乳。我喜欢这片土地，我觉得它不管是人文、风景都很美，所以我利用我的双脚去亲吻，就是这个大地。我热爱的台湾。除了石灰岩坑，才嘛有一张400年历史的大白叶啊。去年底才治好树干，即马恢复健康。游乐区嘛举办相关的展览，小解一寡珍贵的食物品种。希望大家重视自然环境的保育。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柳营有一个农民号做詹志成，伊是日本伫科学园区食头路，本来呢是半路出家改做农，甲当已经做农做9冬。伊即马是坚持种有机。伊讲虽讲安尼较高工、较成本，但毋过伊是嘛要继续推广无毒的种族，要互大家食落健康。伫台南柳营有一个少年农民，原本伫南区食头路，用时休假就去丈姆的菜园内斗3工，煞在竟然种菜种出兴趣，想想的就规气甲工课辞掉。到他做农已经过9冬，一路拍拼甲改良，用有机无毒的栽培理念拍出一片天。当初会做无毒有机，是因为我在工厂里面都从事化学的工作，然后因为长期暴露在化学的环境当中，自己的身体有点负荷不住，然后契机下就是跟丈母娘做休2的时间来投试这些农产品的工作。坚持有机是讲了真好听，不过为着生活也要顾修行。詹志成讲，敢若是要种蘑菇，就试过真侪方法。过去种伫外口，常常拢是通食饱人看腰，担袂着修行，佮受到隔壁田除农药的影响，互伊决心大出手，直接起一座芒仔市，专门要来种蘑菇。他喜欢气候非常凉爽的气候，然后在户外种植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它的病虫害非常的严重，而且我们又用无毒的方式、有机的方式在照顾，是非常不容易。对气候的抗拒啊，病虫害的抗拒，我们是有时候会失衡不好的拿捏。詹志成讲，这一路行来，除了家己爱拍拼，嘛爱感谢农会支持，替开销路，通互伊开一个小店头，甲农产摆伫咧农会内底卖。伊嘛讲，虽然做有机正经开时间佮成本，毋过无毒种植，食得健康，只要是对的代志，就值得继续坚持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成70万人次去参观，其中有一区是展出盆栽、石头甲茶壳，嘛有请艺术家做艺术品，带乡亲做伙来看。一身扑上目睭刻刻挖伫树骹修行，石头缘看起来亲像山壁，有一种庄严的气势。这张盆栽清幽的气氛，总是会去民众脚步歇力详细欣赏。今年的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吸引70万人次来参观，园区内有一搭拢是盆栽，互人真赞叹。这大很素的，都很有很有艺术感，很不错。我也喜欢这种东西，可是自己还在学习。这个都是雕塑出来的，手工雕塑出来的，然后它又结合了那个绘画，然后又结合盆栽造型。树仔形800款，要创出一张盆栽造景，嘛是要下功夫。有人自树仔细汉的时，就真足创10几冬，家己注心照顾，才通生做这款形。这真需要耐性，佮有这方面的技术。今年的特色就是说，有很多收藏家的那个盆栽都有拿进来我们这边展示。还有今年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的那个牙石牙石的部分都是一些名家的。这个也邀请袂少大师参加展览，利用石头甲大茶壳所设计出来的盆栽造景，让人心情平静。
也让民众有机会会使欣赏到这款花园艺术。记者综合报道。昨天3月13日是指白受难者唐德宗律师过身75周年，台南有举办追思活动。未来市府嘛按算要甲中正路其中的一段改名，号做唐德宗大道，让更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13这天是唐德宗律师过身75周年，今年纪念活动是对唐德宗以前住的所在出发。参加的民众不管大人囡仔，大家用双脚对着75年前唐德宗的脚步，行一段民主路。经过这个以前唐德宗伫伊过身进前，的一寡相关的地点，比如讲这个台南地方法院，啊，这个伊旧的这个事务所，啊，佮伊向掠去的这个台南州会，啊，上尾啊，较到这个纪念公园了，进行这个追思仪式安尼。这段民主路纪念协会也佮安排专人导览。一旦发现今年也有真侪少年人，或者是父母带囡仔来参加，行到唐德宗纪念公园的动上头前，包括台南市长黄伟哲甲唐德宗的后生拢来献花做花对思。75年前，我是13岁囡仔，今仔日已经海峡过啊，才会行路。感谢诸位，带囡仔出来，把这个历史会当传承落去，啊，会当互以后的囡仔拢知影讲。以前有一个勇敢的台湾人，但才保护台南人。除了对思，下晡也有乐团加艺文表演。协会希望会当有更加侪无同年纪的民众来了解这段历史。台南市长黄伟哲也讲，市府这马正伫咧规划，伫公园边仔的中正路其中一段改名做唐德宗大道。台湾文学馆就是唐德宗大道1号，按算伫今年会挂牌。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来看，即阵台语的红仔册哪来哪侪，逐款都具无共款的创意。带乡亲来看，有一个乐团是照故事的情景改编古典音乐，佮设计跳舞的动作，互囡仔人毋但看红仔册听故事，佮会当欣赏音乐佮振动身躯。这本《花捧起山谷》描写亲子家庭佮动物大自然的关系，作者江宽树本身咧教音乐。伊发现剧情加入音乐动作的设计，对囡仔学习有正大帮助，开发出台语互动的音乐课程。语言加动作加歌拢搭做伙的时阵，因真侪囡仔甲我讲，因转去啊，拢会直直唱遮个歌，嘛会去讲迄故事内底一寡字。话题课程故事加入舞蹈音乐，囡仔人袂输是咧伴一出台语歌舞剧。江焕竹团长也将花捧起创作延伸去古典音乐，开发囡仔的音乐细胞。雨愈来愈大，大粒的雨水滴落来，刷来就开始弹雷公。改编古典音乐为外地的书柜，用鼓声、大提琴表演出西北雨落玫瑰残花的多变。古典的音乐在实际上在演奏的时候，它是有很多细节的，而且是有很多情绪，其实是电脑做不出来的。对，那加上小朋友平常也比较少在场合听到真的乐器，所以像我们去演奏的时候，其实很多小朋友就会非常好奇，巴松管原来这么大一只哦。用乐器舞蹈伴出歌跳的故事情景，嘛甲台语加入表演艺术内底，互台语好听又好耍。记者杨淑晴、张学水、谢桂林台北报道。俄罗斯拍乌克兰，地属黄豆啊、麦啊、原麦这国际原物料拢对咧起价，嘛影响过来一寡产业。嘉义县绿草甲义德有农民都呼吁农委会爱开放起补，互因会当种原麦。由原麦爬过来看，有一半拢是袂大的原麦，看遮会残，甚至一半以上拢无法。嘉义县当朝补地，因为土壤盐化，种出来的原麦拢袂当申请补助。农民希望政府针对特殊区域放宽收购的数量。是因为土壤盐化的关系，种袂起来像这来采收，一定无甲大家咱迄个农粮署咧所估的标准350斤，所以这会产生农民的困扰，伊的迄个奖励金
会无去。除了沿海地区盐化地问题，为了提高国内种番麦的数量，家己关绿草以及当招的民意代表做伙向立委陈情，希望若提悬青瓜番麦的奖励金，嘛开放河川地来种番麦。鼓励台湾咱的农民来种植更多玉米这个也是解决所有整个咱的畜牧产业它整个生产链的一个问题。咱的政府真正爱重视阮农民的权益对这个奖励金的提高，希望讲咱行政院这一边可以多加考虑。立委表示，家己县种植番麦有将近1000公顷，占台湾要5成的收成。因为战争番麦进口受到影响，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增加农民种的意愿，让国内畜牧环境会当平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已经有超过250万的乌克兰人离开家园。严格食到97岁，今是世界纪录认证上老的网球选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决定留点故乡，守护家园。穿着代表乌克兰国旗黄色的衫、蓝色的裤，已经97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2021年10月才甲西班牙球王曼纽纳达尔拍球。不过，才让4个月乌克兰发生战争。Это была выдающаяся встреча. Никто не мог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скоро будет война.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зошло, это просто ужасно. 俄罗斯2月24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了，已经有超过200多万的民众逃离家园。不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直拢踮伫咧伊的故乡乌克兰第2大城哈尔科夫。捌伫咧二战的时阵做工程师，迄当阵伊协助俄国甲德国作战，看过战争的残酷。无想到讲，这世人抑阁会拄到战争。Матери остаются без детей, жены без мужей.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Куда это годится? В 21 век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йны. Надо остановить эту войну. Надо договариваться. Вот. Я ничего не боюсь. Я сижу дома, никуда не выхожу. 2020年10月，迄当阵56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获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是全世界年纪上大的男性竞赛网球选手。伊本来抑阁想要甲前世界球王费德勒拍球，不过可能暂时无法度。这么，这位97岁老大人讲，国外落去上重要。Я надеюсь, что я доживу до 100 лет. Надо выжить в этой страшной ситуации. 哈尔科夫不是俄军攻击的重点城市，真侪平民百姓因为战火死亡，比这礼拜抑阁真侪病人送来。当地博物馆也因为空袭损害真严重。在防空壕内面有悲伤的曲调，哈尔科夫的小提琴家要友互过身的阿嬷听。一那3月2日，被判98岁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讲，伊将希望收到的生日礼物就是和平。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现代人生活压力大，需要逃避压力。伫澳洲就有一阵查某人是透过车碰洗来逃避压力，伊用身体做主题，分享每一个部位的故事，透过对话保守家己的身体。一群女性大家做伙伫咧遐车碰洗，不过详细看，因车的毋是一般的帽仔、颔棍，是女性身体的部分。We chose as a group to knit a big mouth, to speak up and be loud. Ladies are crocheting some breasts. One lady is doing a bottom, and we've also got some vaginas. 这是澳洲塔斯马尼亚省，真侪妇女用车碰洗来治疗消除生活中的压力。像麦奎斯伫疫情期间的时阵，拄好生第一胎，各种第一遍的压力。会生囝了有产后抑郁症。It's been a bit of a year of just having to say yes, so it's a hard thing to do when you're exhausted all the time. I was diagnosed with postnatal depression and postnatal anxiety, extreme in both senses. 友善的环境，和新手妈妈会当带囡仔做伙来耍，和母仔囝拢得到满足。根据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车碰洗会当互人较放松、较袂忧虑，并且有幸福的感觉。也会当改善人际关系，和生活品质较好。参加人也会做伙坐来开讲，大家拢讲出家己的故事。I'm so proud of him. It makes me choke up because I just think, from something that I thought, how are we going to do this? It's just
just driven itself, and it's certainly brought our community back together. 赤碰西唔能互一寡女性消透因生活中的压力，参加人赤碰西的作品也做伙做一遍巡回展览。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辑。有冒险家伫南极洲外海发现一只沉船，这是英国的建任号，伊伫1915年沉去，伫水底3000公尺深的所在已经点107吨啊。互人较料想袂到的是，南极温度较低，深海的条件较特殊，所以查起的这只船身是保持甲真完整。英国冒险家夏克顿救赎团队1914年坐建任号出发。进行大英帝国南极穿越探险，想要成为穿越南极大陆的第一人。验过这台查造的3支庞基亚的船，挡袂着大风大景。1915年，伫南极半岛的拉森冰棚以东，和步兵阵困掉的，要和海兵一直接10个月了沉的海。经过107年，现代考察团伫南极洲的威德尔海海底3008公尺的所在找到建任号，看起来也阁好好，船尾了也阁看到建任号的字样。 It was like a miracle. We could not believe the state of the ship. It did that day when Shackleton saw it sink. 建任号伫咧极地探险史上是真有名，因为沉船造成史上上伟大逃生故事。夏克顿救赎家27位船员，先贴到冰顶头，踮遐待5个月，搁再用行的加坐救生艇到抢岛。尾啊，夏克顿带几个人自南冰洋过船到南乔治亚岛的捕鲸站，找人斗3天。 甲所有人拢救出来，伊也真侪英雄。Extraordinary story. He then walked across South Georgia, the first person to ever do so, hiked across the glaciers and mountains of South Georgia. 海洋考古学家加技术人员，立即找过自南非的开普敦坐破冰船出发，用水下无人机伫沉船附近1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找了半个外家，总算伫咧沉船所在6公里外找到。根据南极调晓。 这台沉船是历史古迹，探险队无去解卡，只敢用高绘质的3D 镭射扫描规台船身，摕来做教育加展览的基础，也个计划要拍一部纪录片。公司新闻施慧亮编辑。 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西半部高温会到33度，日头嘛真美，紫外线会较强。每天气象真的是拜四下晡有方面会瓦紧，北台湾会变天会落雨，也毋过到拜6礼拜就会恢复稳定的天气，温度就会回升。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30度；中部温度上低17度，上悬31度；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3度；东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 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